教练，哟，你回来了，刚好有事找你。皮箱，你什么好帅呀？什么东西啊？练习赛之后，就有3个同学加入了球队。喂，过来吧。哦，怎么才2个人？你刚踢飞了一个。这是我们老板品祥，你俩自我介绍一下。您好，我叫幽离幻伤冰蓝玫瑰梦亚尔弗列德天流云彩奥古斯汀。我是梦迷离班克罗夫特柔水情商魅影苍凉英兰冰花湖顶芒参与阿姆斯特朗。皮箱，还有我叫翔，由我来保护。都太长了，谁记得住啊？今天起你们就叫阿多、阿来、阿菊，不准抗议，立即生效。是老板。好了，你们3个先去练习吧。该说我们的事了。你已经意识到了吧？现在的你有缺陷。那我该怎么做？颠球。颠球？颠球能培养出你的球感，球感则可以让你感受到球的每一个状态与存在，然后跟球融为一体。所以学会颠球就是你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一句没懂，但我一定会尽全力。一个。教练早啊！看起来我们来的还挺早嘛。天真，他们仨天没亮就来练球了。来这么早，你们是想取代我们吗？没有啊，你们误会了。我们3个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替补。好吧。教练早啊！哟，国玉来啦！教练，品祥离队1周了，以他的天赋，末日到了他都回不来。我相信他。才怪！我跟蛋蛋赌了1毛钱，他回不来。我回来了。训练有进展了。天才总会将不可能变为可能。1、2，完。教练，他根本就是在耍你啊！我垫了几10年都无法度破的第2球，你们2个都够了呀！品祥，毕竟你是天才，所以垫不到100个，不准归队。收到。可恶啊！出来吧，你藏在那里已经不止1天了吧？狗二娃，怎么是你？算不？可以啊，你还是头一个散步散到我家院子里的。爱信不信。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想教我？颠球，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膝盖的曲直、旋转的幅度以及节奏。哦，没懂。高估你了。我给你做个演示吧。膝盖的曲直就是活用膝盖，让腿充分的摆动起来。而旋转和节奏是指球向我们旋转的方向以及摆腿的频率。好厉害！狗二娃，教我颠球吧。刚才不是教了吗？哪有1遍就会的呀？以后在我身边一直教我吧。真拿你没办法。还手，还手！大赛将至，根据练习赛的结果，多来局3人组将替换蛋超波组合，成为主力后防线。什么？教练没搞错吧？对呀，教练，队长他们只是1次失误。不必多说，蛋哥，比赛是不允许有失误的。阿球教练，有电话找您。狗二娃，你拉我回来干嘛？所有人来会议室集合。因为今天是全国大赛预赛分组确定的日子。只有小组的前2名才能进入淘汰赛。我们第1场的对手是景元学院。景元？那个戴帽子的家伙。不要让我回忆起41比6的人生污点。有这些球队的资料吗？有，不过只是大概，仅供参考。景元学院是全国大赛的常客，主力都是全区1等1的高手，就连替补都非常强大。天山学院是近年来新崛起的队伍，以团结著称，实力不容小视。双龙学院是一支老牌劲旅，防守能力全区1流，是一支极具特色的队伍。教练，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当然是合组集训啦！在蓝星上，人们对足球有着无限的热爱，
而如果我成为足球明星的话，凯龙，申请通过了，欢迎你加入我们。真的吗？这么快就让我入队？谢谢。等等，这么轻易就让我加入他们的团体，难道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还是说我的复仇计划暴露了？对了，你能摘掉面具吗？摘面具？蓝星人果然狡诈，这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看我的真面目了吗？这年代还有人戴面具，真奇怪。踢球厉害不就行了？让我来试试他。要来吗？竟然敢挑衅我，那就别怪我踢爆你了！好厉害，漂亮！凯龙，你真是牛啊！牛？牛是这个星球上的一种食草动物，你个蓝星人连这都不知道吗？这……好了，一起训练吧。哇，这就是品香为了合宿集训买下的别墅吗？好大呀！来，每人戴个手环什么东西啊！买别墅送的运动手环，哇，附带定位、检测心率、睡眠质量等等为一身的高科技产品。看来翔也为了这次的特训做足了准备啊！各自回房休整，我们晚上8点见。哇，吃了饭就困，要不睡一会儿吧？特训马上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停电，电源出问题了吧？谁懂电路，跟我去看看。其他人先在周围跑跑，热热身。啊！要死人！球的感觉。哦耶！按照教练的方法，球感果然提高了。别怕，就一颗足球。可是，你可别忘了啊，那100球还没达到。嘿嘿，100很快的，我可是天才。那要不要挑战一下更高难度？难度？你想，如果你能在黑暗的环境下颠上100个球，那我就能变得更强大。停电了，我们玩捉迷藏吧。好啊，我赞成。停电了玩捉迷藏，太刺激了！我也想去玩。我也不准去！想一直做替补吗？球队好不容易发展起来，我们却成了替补，你们甘心吗？有点出息就留下来跟我一起练球。对不起，蛋哥。打起精神，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好。这是怎么会这样？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喂，这位兄台，你在鬼叫什么？你打乱了我的节奏，你知道吗？英雄，你踩我脚了。哦，不好意思啊。你们这样练是没用的。什么动静？别慌，可能是风吹的。风能吹出人来？不是说不慌吗？有。我不是鬼了，这只是个足球。如兰、撒旦、波蒂斯都不是。那你怎么知道荧光效果啊？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刚才训练的方法不对。什么叫我们的方法不对啊？你很厉害喽。还行，要不要试试？好强！怎么样？想知道怎么拦下我吗？请务必教导我们。史源，于峰学院队长，曾带领于峰队获得全国大赛总冠军。不过，你不是他。足球训练模拟器，一款可以让人在梦中训练足球意识和经验的高科技产物。你应该是29年前于峰学院通过采集球员数据而生成的模拟人。只通过笔记上的一些碎片信息就能推理出这些，你很厉害。你不可能进入现实，只可能是我们在梦里。
你是怎么做到的？运动手环吗？这东西还有催眠功能。那个笨蛋！你应该随着机器的废气而沉睡。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啊。我们愿望？没手环，你们别想出去。想要出去就跟我来吧。等一下，你们想要出去，只有2个办法。第一，我现在就主动放你们走，但这是不可能的。第二，跟我们比上一场，赢了就放你们走。哎，没想到你们会答应。能跟全国冠军比一场，可比我们踢100场收获要多。不答应也出不去啊。蛋哥，你们怎么在这儿？他是停电后，我们就一直在练球啦。这是罗奥。罗奥，有个事情告诉你，别太激动。什么？我们现在居然是在梦里？我们要和他们踢一场比赛。真的吗？我们盼了20年的比赛。蛋哥，等下我们就能交手了。可惜我们只是替补。没关系，替补也有闪光时刻。我等你。罗奥，还有我教你的记住了吗？永生不忘。这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我等了整整29年。在这29年里，我幻想了无数次的奔跑。拦住他！这就是全国第1的实力吗？我也曾幻想过无数次这样的对决。看不清，连狗二娃都拦不住吗？不过，好可惜啊，我们只是一组数据。队长，不要停！这不正是你期盼了多年的比赛吗？虽然我们只是别人的复制品，可是现在在这绿茵场上奔跑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啊！队长，这么久了，我们也有自己的愿望。大家，队长继续啊！队长，因为这可是我们的第1场比赛。每次都这么纵容我，谢谢大家。上！我守着份安静，呼吸着傍晚，任由汗水浸湿衣衫。远处传来的欢声勾起从前那一天，你我约定永远。再见。